请问第一摆办理征才系未？系第一摆请问你有带一条文件冇？有系啊。登记表项上呢，想要请行政人员，还要优先请什么嘢？头家也就违反就业保护法同性别平等工作法例哦，也是会本人罚钱嘅哦。撮合也条路确实系西拉嘅未做得做，唔是限制男女，爱念是来改。第6號誒係講有適合嘅人選，會打電話本nhà公司嘅求職窗口安排面試。哦，多謝你。看你前景劇，一下我哋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，大家記得要聽聽呀麼？第一擺，首次，徵才，徵才，文件，文件，行政人員，行政人員，搶，僱用，違反，違反，驗視，馬上，登錄。接下來，我哋來學到嘅接常用到嘅句型。請問第一擺辦理徵才係未？請問第一擺辦理徵才係未？請問首次辦理徵才是嗎？請問，請問，第一擺，首次，辦理，徵才，係未？是嗎？請問第一擺辦理徵才係未？請問第一擺辦理徵才係未？請問首次辦理徵才是嗎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您有帶這些文件嗎？在這裡我稍微說一下，華語說您有帶什麼嗎？在客語我們通常會使用有無句，就是你有帶這些文件嗎？你有沒有帶這些文件？有沒有？有冇？所以在客語中我們會使用有無的句型。有冇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你有帶這些文件嗎？請問，請問，您有帶，一條，這些文件，冇嗎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你有帶一條文件冇？請問你有帶這些文件嗎？